政府一直致力為土地發展拆牆鬆綁，加快我哋嘅經濟社會發展。舊年施政報告就提出啦，我哋要加強統籌部門嘅審批流程，加快審批。發展局已經喺發展流程當中，喺關鍵審批程序制定新措施，加強內部監察，從而加快大型項目嘅審批。呢啲措施係全港適用，即係包括北部都會區嘅項目同埋北都以外嘅發展項目。我哋呢個新制定嘅內部監察同埋高層介入機制，涵蓋咗規劃、地政、建築圖則3個關鍵審批階段。除咗大型住宅項目同埋商業發展，新措施仲適用於產業發展項目，例如創新科技、教育、醫療等等，支援北部都會區產業導向策略。另外，其他一啲獲得政策支持而需要快速審批嘅項目咧，亦都可以同時適用。喺新措施之下，3個部門，即係規劃署、地政總署同埋屋宇署，都會就以上嘅審批程序設立3層嘅監察同埋介入機制。大型發展項目嘅審批咧，除咗剛才提到發展局轄下3個部門，亦都涉及唔同嘅部門，例如運輸、消防、環境保護等等。我哋會要求部門喺限期內提供意見，解決分歧，同埋請示高層介入。部門解決唔到嘅個案，北部都會區嘅項目就會上呈到新成立由發展局規劃及地政常任秘書長主持嘅北部都會區專案監督辦公室。而北部都會區以外嘅項目咧，就會由我主持嘅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處理。咁而家我就請3位處長介紹下佢哋嘅新措施啊。規劃署為涉及大型私營發展項目嘅規劃申請，同埋喺申請前提交嘅查詢建議，設立咗一個3層嘅監察同埋上報機制。第一層由規劃署地區規劃專員負責，如果相關部門未能喺3個星期內提供意見，或者就一啲事項出現爭議或者重大嘅意見分歧，相關問題就會喺收到項目嘅4個星期內上報到第2層，由規劃署副署長或者助理處長親自處理。如果6個星期內問題仍未解決，個案會提升至第3層，交由發展局處理。目標係至少80%根據機制處理嘅項目，可以喺6個月內完成審議。我哋地政總署亦都會引用3層嘅監察同埋介入嘅機制，套用喺唔同種類嘅土地交易申請，包括契約嘅修訂啦、換地啦等等唔同嘅審批流程。喺呢個新嘅機制底下咧，我哋會就住一啲涉及大型私人發展嘅項目咧，我哋會首先徵詢唔同部門嘅意見，並由我哋第1層嘅首長級第1級嘅人員負責統籌同埋協調唔同部門嘅意見。如果部門之間嘅問題唔能夠解決嘅話咧，我哋將會由第2層，即係我哋嘅助理處長級嘅人員咧審視個案。如果遇事個案咧仍然唔能夠適時提交俾我哋嘅地區地政會議審批，我哋會喺收到申請後第12至到14個禮拜啟動第3層嘅機制，將個案咧交俾由發展局領導嘅2個小組尋求解決方法。我哋嘅目標係喺收到有效申請書20個星期之內，俾我哋嘅地區地政會議咧可以審視到個案。我哋嘅3層監察同埋介入機制咧，亦都會適用喺我哋部門係確認業權人履行地契條款嘅要求，亦都係俗稱我哋所謂簽發滿意紙嘅有關流程。我哋地政總署會喺新機制底下咧協調唔同嘅部門，盡早咁完成審批流程，以期咧可以令到發展商咧可以盡快就住佢哋嘅私人發展項目咧完成業權嘅轉讓程序。具體嚟講咧，我哋部門會經過頭2層嘅監察機制，分別由我哋首長級1級同埋我哋助理處長級嘅人員咧審視個案。如果有效嘅申請喺第8個星期裏面咧，部門仍然未能夠完成審批，我哋就會啟動第3層嘅機制，將有關嘅個案咧交俾由發展局領導嘅2個小組咧作進一步審議。我哋目標係喺收到有效申請之後嘅10個星期裏邊咧，向地段業權人發出滿意紙，又或者明確咁樣向業權人發信通知唔獲發滿意紙嘅原因。針對北部都會區內適用嘅發展項目，得到相關政府部門嘅配合，我哋會進一步加快處理首次提交或者係重大修訂嘅一般建築圖則，將審批時間由現時嘅60日縮短到去45日。喺新措施下，審批全港項目嘅流程會設立3層嘅監察機制。第1層係由屋宇署首長級第1級人員統籌，同埋協調各部門嘅意見。
按需要聯同部門代表商討審批原則性嘅事宜。如果有問題未能解決，就會轉介到去第二層，即係由屋宇署助理處長級人員介入磋商可行嘅解決方案。第三層呢，就係由發展局領導嘅2個小組，集中處理經先前2輪提交但係仍未能解決嘅複雜同埋具爭議性嘅個案。目標係至少80% 適用嘅項目，喺唔涉及重大規劃、土地或者消防安全問題嘅前提下，能夠首次或者喺第2次提交圖則嘅時候獲得批准。2個小組會定期舉行會議，處理個案同埋監察績效。而家等我哋聽下業界嘅意見。其實咧就係業界咧對於呢個新措施咧，其實嗰個評價都係非常之正面嘅。因為咧當係遇到個問題嘅時候，尤其是咧各自嘅部門咧，可能都會係有佢哋各自嘅一啲嘅喺唔同嘅睇法啦，或者係審批過程之中咧，可能佢遇到嘅問題亦都有啲分歧，唔能夠去理順咁樣。咁如果有一個上級嘅一個咁樣嘅協調咧，咁當然咧就會可以做到嗰個加快嗰個審批嘅時間咯。咁如果發展商嚟講，佢因為成個由規劃去到呢個真係開工嗰個時間咧係縮短咗嘅，發展嗰個成本啦嘅控制啦，或者個風險控制咧就會係更加有效咁樣可以做得到。咁同埋咧就係一啲利息或者係一啲融資嘅成本咧，其實都會降低。新措施推出之後咧，最直接嘅效果咧就係簡化咗啲較為繁瑣同重複嘅審批程序啦。以往大型項目需要多輪諮詢，再經不同部門嘅分別審批咧，就可能需時幾年。新措施指定規劃處、地政處同屋宇處需喺限期內完成審批，令到大型項目可以更快落實。北部都會發展咧，除咗規模較大之外咧，亦包含咗一啲產業同創新科技有關嘅特殊用途。審批流程咧一般較為複雜嘅，我相信精簡審批流程呢個措施咧，就可以大大幫助提升北都發展嘅效率。新措施落實咗之後咧，其實我哋都需要不斷檢視成效，繼續完善安排。咁所以咧，我哋會同業界繼續透過我哋已經建立咗嘅溝通渠道，聽取佢哋嘅聲音，務求令到我哋嘅發展程序更加順暢，大家攜手推動香港嘅長遠發展。